Hello，你好嗎？今次係第二次嚟到冰島。冰島吸引到我嘅係 nothingness， 喺冰火交界嘅國家，全歐洲最大嘅冰川，擁有地熱、冰凍同熔岩凍。而吸引到我嘅係呢度咩都冇，可以感受到地球最原始嘅貌樣。你知唔知冰島係唯一一個冇軍隊嘅國家，亦都係最後一個被人類殖民嘅地方。雖然唔會有咩紀念碑，而且呢度以農業為生活，佢哋會喺木屋起喺一啲荒山野嶺。佢哋嘅賣點係寧靜 （Enkelt）。喺香港長大嘅我哋嘅社會教我哋要有車要有樓，而呢度嘅虛無係奢侈，賣點係寧靜、空間同時間。日本、香港同發達嘅國家嘅郊區都揾唔到呢種嘅寧靜同虛無。喺日本一定會有售賣機，香港會揾到垃圾桶同7。好多時候寧靜都係人造嘅，而冰島帶我哋回到地球嘅原來嘅貌樣。希望你揾到屬於你嘅生活模式。